怎么了？也没什么事儿。我就是想说，今天晚上我准备自己做点菜，请你和奶奶尝尝。好啊，那我早点回来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南宫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位置。来，大家把手上放下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南宫琉璃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宫琉璃，今后和大家就是同事了，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不错，这次的方案做得不错，看来是用心了。对了，公司缺的人手招到了吗？是的，新招了一批员工，要不要让他们本人过来您看一下？不用了，招到人就行了。这次的发布会，你们辛苦一下，也顺便看看这一批新人的能力。好的，忙去吧。我去，嘿，哇塞，没谁了。一个赛一个的啊。听说有几个还不错，反正都是人事的事儿，能招到就行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不是你下的命令吗？必须要招美女。那是以前，今时不同往日。再说了，美不美，那又能怎样？小嫂子，你吃药了吧？把你弄得那么的清心寡欲啊！哎，突然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。来真啊 ？So what？ 哎呀媽呀，這消息太震撼了！顧西城，今天晚上必須請哥幾個吃飯吶，慶祝你找到真愛。Sorry， 今天晚上我們。